家里莫名手下背大事，更要为阿妹家事。阿妹啊，阿妹快来！阿妹你看，大事恩就要到了。大相公，老夫人是命你们小弟才来烧香散心的。这路之王，你怎么只顾自己走路，把小弟丢在了后面？哎呦，阿妹啊，这一路的成色，看得我是忘乎所以嘞。哎呦，还请阿妹莫怪。哦哟，阿妹，你这块孙家的牛排在家里是天天看，往里人看过啊。今天难得出来嘛，就该有称，上进才是啊，妹妹啊。为的是要你散心，谁知你一路迎来不完美，岂不是不来了不成一片心？一点不错啦，阿妹啊，今天你要是再受面可怜嘛，叫阿哥我受回去向母亲交代你。妹妹啊，哎呀，还是不开心了。哎呦，阿妹你看，阿哥做了重点，喏，哎呀！恩兄，我们快去大人文中烧香啊！妹妹，快走吧。世上不知儿臣，或问王里来报信，离了隐藏交往语，不容易金沙山路。次次垂泪，匆匆修这字里同情，小溪流水。啊！
是好时光莫过为天地造化一片静美呀！此次两人美景，带过来的诗也是红日欣赏十为佳。上交草色落无涯，有人不管曾将老，来往今日。他落花原来是一方牛白呀，金银光洁，铁腿玲珑，雕刻精细，鸳鸯有比。此次珍贵之物，不知何人失落在此啊！这牛白不是平常之物，那失落之人定存实际。我不妨在此等候。啥是人来人找，小可原文望完。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位大贼！看你人色紧张，四处寻找，莫非失落了贵重之物？牛背，怎么我家小姐子们？快拿来！哎，岂不问物贵原知吗？既是你家小姐子物，你该由他来取呀。小姐，小姐。难怪牛背在哪里呀？小姐，我是他所到的，是要物贵原知。哎，你不是说要物贵原知吗？哦，既是小姐子物，请将牛背描述一二。金银光洁，铁腿玲珑，雕刻精细，鸳鸯有飞。哦，此次请小姐收下吧。多谢了。莫非是历代观音先生灵，昔时奉旨上仙品，弄到夜里十风雨。君子
牛妹找到了没呀？大相公，哎呀，找到了！哎呦，哎呀，刘师兄，哎呀，啊，你也在这里呀？哦哟，真是巧嘞！大相公，大相公，小姐的牛背针作为相公收到了，送完的。啊，梁师兄啊，这侬真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哦！你不知道，这块牛背可是我阿妹的心爱之物啦！恩兄，哎呦，阿妹呀，她不是陌生人，是我的同窗好友梁月师，你快去见个礼。梁师兄，反复哦，有礼不？我。哎呀，阿妹呀，这大事我和你过完了，替侬寻找药备嘞。那小妹，你该去搭鞋他们。恩兄，你也该替小妹好好谢谢这位梁师兄。哎呦，阿妹呀，你要怎样的谢他呀？哎呀，恩兄所指虽是。阿妹，侬刚刚请啥呀？阿妹呀，哎呦，梁师。哎呀，我为了看刘兄啊，小弟冒昧的问，刚才那个小姐是谁呀？他，哎呀，他们就是我的阿妹呀。啊，阿妹。小弟与兄是有同场情同合作，从未听说还有姐妹。哎呀，这从前没有嘛，现在就有了呀。哎呀，刘兄啊，你休得问笑。哎，他到底是谁呀？哎呦，阿妹嘛就是阿妹。哎呦，梁师兄啊，侬也不要奇怪，就让我来讲给你听，听好。哦，元宵节，我逢我团聚到这家，回来孙儿不常家，可听得扑通浪声响，就起了落水姑娘送花阳。来，他这是三个女人逢家女，才请到南京来经商。不因父母抱病死，他受人欺，孤头家，我娘亲见他有脸，记着命令还高大。哎呀，没有嘞，是啥嘞？他的遭遇实是奇妙。哎，是啊。哎，请问刘兄，不知灵媒教方明今年青春多少？可曾喜事了吗？哎呦，梁师兄啊，侬一不看相，二不算命，跟门不家讲戏做啥了啊？这啊，小弟兄是有同场，问问何方？问问何方？问问何方？讲给你听。他呀，名叫云雅，今年18岁，为人贤良，是秉性文武，苗龙秀凤，样样精通，经济丝袜实在不错。这婚事嘛，怎样？完美失落。哎呀，娘啊！小姐苦心为真相当，小姑到此好绝望。到底是谁托刘兄前往此，一面打另外
遇了非罪长啊！刘兄，小弟这下有理了。师兄啊，侬这个礼嘛，刚才不是已经结过了吗？小弟有事恳刘兄。原来侬有事要求我啊！哎呦，那么啥个事情嘛，讲出来听听啊！王兄千万要帮忙啊！这个事情我还没讲嘛，跟我哪个帮忙呢？我这这侬不讲，我宽心起来。哎呀，刘兄啊，小弟心事愿实讲，到如今。我为得少年几乱房，哎呦，真说讲今日飞仙上天降，愿求永饮了白。哎呦，原来想求我阿妹回去啊！哎呦，两师兄啊，这是为侬求亲人，都要打破那相夫的门槛，跟侬偏偏看向俺阿妹。好的，今天我就为你做了这大媒。两师兄，你宽心吧，这天配两元子相当好。你回家去禀明老母说今日你准备着吹吹当当当当吹吹了主新郎，此次多谢刘兄。今天我就先收了你的下面礼。哎呀，刘兄，不知灵媒他好，我叫我阿妹大面来点个头，跟侬总放心了吧？哦，使不得，使不得！哎，一起拜托，一起拜托了，一起拜托了。哎呦，放心，放心，放心！哎呦，跟野人男人做好嘛，18只地盘，侬少不了。哎呀，阿妹啊，阿妹快来，阿妹！哎呦，恭喜阿妹，贺喜阿妹！小妹喜从何来？阿妹呀，一块牛背做大妹，两师兄也就阿妹共聚美。门庭之言红满山，一点灵犀在风来，但见他气血平地万，叫人手上把尊位。阿妹呀，你可曾喜欢他呀？哎呦，阿妹呀，莫怕羞愧，这姻缘真相配。两师兄虽是相夫贵公子，但是不教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待人待了的。哦怎么？他不是当朝丞相？是啊，他父随进还家，他在家乡读书。他是梁世龙之子。哎呦，一点不错。恰日晴空
我真可有得，千恩万寿永长心。哎呦，阿妹啊！比什么青梅做什么媒？啊！阿妹，阿妹，哎呦，阿妹，哎呦，阿妹啊，阿妹，阿妹，哎呦，阿妹啊！这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哦，你可不能叫我这个媒人，哦哟，做男人哦，阿妹，阿妹，阿妹。把三母子拿来。小弟，娘，这三母子玲珑可爱，娘哦，要了。哎，使不得！我要嘛。娘叫这颗三母子是你爹爹从京城专差送来，见你哥哥装饰新房的，不是平常之物。啊，你要是喜欢啊，等以后进京去，向你爹爹领啊，再要一颗也就是了。小弟，哼。我想，夫人，节日快到，你领他们去迎接花轿。是。娘叫，我的好女儿啊，今日是你哥哥大喜之日，外面亲朋满座，你千万不可过于任性，有失体统，杀人笑啊！哼，有失体统，杀人笑啊的，只怕万事这酒混是你。门庭下的心肠，我来的肚子好门规，不与孩子共一堂。刘家女操鸡今日要变红王，这花姻门户原是不相当。哎，我岂不知这婚姻既然不相当，怪只怪你哥哥相思在高花，事关重大我难决断，非说仅仅就此阿长，你爹爹爱子心却依了他，做娘也只能承载太子把盘长。娘，好啦，攀登手进京去，娘叫你找一个有权有势有才有貌的好郎君
君，娘为你设立红妆做代价，到那时玉门金马都风光。好了好了，带娘去迎接花轿啊！娘最好。新郎新娘喜在同房。两人结上，花中荡荡，新人的同房，阿姑祝大美，算来是破天荒。今日里玉英生儿随了缘，愿你们恩恩爱爱，亲亲热热，举案齐眉，自己老。地久天长，地久天长。多谢曲老爷敬许。原是年老夫人，这都是他们的缘分啊！有事门啦，母亲，愿你们夫妻百年好合，我不为你爹爹爱子之心，也不忘曲老爷育人之恩。哎呀，对，新郎官，你的金月今天死了，是我来下母子过他妹呀！刘兄大恩，定当多报。小弟愿献敬刘兄3百。妈，这新房里的酒嘛，应该献给新娘子才对呀。对，这新房里的酒嘛，应该献进新娘子。呀，曲老爷众位宾客，万事到前厅直接迎举。夫人请送母亲免。刘兄，应该念上来。妹夫呀，对，应该要叫妹夫的哦。哎呦，妹夫啊，我这个媒人呢，也不用你来报答，只要你真心待我阿妹，我也就高兴啦。哎呀，阿妹啊，你就安心在此，阿哥我吃酒去了啊。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这新房里嘛，只有新郎官伺候呀。哎呀，都去吃酒去吧。送这位仁兄，送郎君，送这位仁兄，送郎君。
情悠悠，化作高山内心的喜气人人无奈一字，只因愿把这情梦放在我谁？3月来，泪涛流胸把情聚，每朝几句原来谁？从此我世俗无尽无心开，三菜做饭来相会，生我所在谁妈妈一代冷雨恨一万中有情无此诉，一鬓相思铭记呀谁？好容易拍得不敌杨子水，杀着了曾经鸳鸯谁？今日同往三夫妻，花朝月日永不谁？我挑起红巾诉衷意，的初见之日，该尽谁？娘子，娘子，娘子。我因你一别三夜思三千，我问千梦绕苦思情，关心娘子恩情长，今日里化作代人从哪去谁？娘子啊，从
望今日天上地久才夫妻，娘娘是心经上一杯欢喜。小错把玉女当家人，东望相背，我诚心爱。娘子啊，请来饮酒啊！我不会饮酒。哦，娘子不会饮酒，如此不饮的好，不饮的好。慢慢无言低了泪，恰为我连世怀恨一世谁？我上花轿为这女人，那不愿定情报深仇，了心愿识得苍天意，官教娘莫非今日老来了？哦，还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娘子若有为难之事，不与我讲明，我也好与你处置啊。我有话要讲。娘子请讲。我是刘家一女，亲生父母暴病身亡，尚未满周年，故而多次聚会，父内恩兄可求逆母之命，万般无奈，我才答应婚事。不过小大自天，我今日无奈外挂着受小之心难改能善挂名，念儿自己要等3年。3年啊！只是里两来无一人，从今儿还放情深。
梁女士岂是不懂礼仪之人？娘子情书非敷衍，若是何因得其言？居老之恩当思报，谁晓子呀惜生情？何况我本自更有责，愿从命。欢喜迎了你，当然爱上爱你，太久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借一股闺中之语，我心愿依然心万千。哎呀，3更了哦，娘子老了一天，晚些早些，谢谢。兰桂，兰桂，姑爷唤我。现在是好好陪我你家小姐。哦，娘子放心问些，要是有此告示，明日再来陪我娘子。姑爷，兰桂，今日你们初到我家人力上手，实有不便，可换红香就是。哎呦呦！啊，娘子啊，夜深路中，你要关上窗户，免人风唤啊！要是告示，小姐天色不早了，放继续吧。成婚3月以来，娘子总是闷闷的不乐，思来想去，我要是并无得财之次啊！今日中秋佳节，请娘子在桂花亭外饮酒赏月，望能叫他心中热门。我已查后生，再三邀请，是后万不来呀！娘子的为人真古怪，好似庙中的观音，你呀不少。三令我千言万语去劝慰，他对我好人说过三牙句话，事情虽小谁上去，又何知谁上不能讲？难道他令我有
引进，难道我何此得罪了他？今日是中秋逢佳节，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华，啥能给家的娘子心中人，就是盼苦情啊，我也愿谁想？偶像开进相公，偶像，少夫人可认亲来？少夫人在到。哎呀，好，好，好！偶像，少得相公有赏。相公啊，偶像，娘子不为饮酒的，你快去起舞相茶。是。听得娘子一乐步，好时光将让我心真理观把情意。他满面春风，我谁更顾？娘子来了，娘子到来为人原因，望娘子死在。既称夫妻，何必客气？我对他应啊尽力，他总是何必客气？我只得宽心，哎呀奶奶气，慢慢随与他讲到里。娘子，请来接礼。家务上礼，不见也罢。哦，请随便走吧。娘子此言差矣。甚至交往总有礼节，虽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你我举头四书，通达理念，见面岂能连道理都不讲吗？这次请来送钱一礼。有礼奉还，有礼奉还，俺娘子请受啊！动手。哎，素日不见娘子，比之肉体可安，饮食可好，牙关可听使唤。哎呀！我一切都好有劳操心，明明互相请我前来，不知为了何事？我见娘子总是独入房中，只怕要闷出病来。今日中秋，困此地当归飘香，明月皎洁，故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哦，
娘子是不会饮酒，我特地沏了一壶香茶，我们以茶代酒。啊，娘子，请饮茶。这茶嘛，我放在房中已经喝过了。啊，这无他事，我要回房去。娘子，你我三人夫妻，恰也难得聚谈，今日既到此，何必急于回房？问请娘子再入片刻。啊啊！娘子啊，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我见你总是人美不专，不是有何心事难解呀？我哪有什么心事？哎，娘子总是并无心事，看你这上眉紧锁，上须顿开，岂是瞒得了人的？娘子啊，你到底有何为难之事？还是与我讲明，我也好与你分忧解热呀。你可知个人是有个人非常神有非常是非常是有非常心非常心有何必知？才算是个人自有个人事，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娘子心中有非常事，这怕乃么我两娘死。你不是蓬莱仙家子，何必往事费心思？今日才当新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那你就猜吧。莫不是在我家起居不是语，故而你心中闷难思。我好比马车飞在凤凰桥，今日人一数次。莫不是夜观时逢不成心，你忽会擦起他应三事。夜观时逢不插葱，与我何心共相知？莫不是我娘亲带你来欺呀？你心如委屈难启齿，应当是
亲呀小妹十里子，阿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一女打在我娘子。莫不是你避人高峰心不欢，若是理想在公长乖子，功名富贵何做到？我不也用话一卷丝？哎呀，莫不是你另有阴晴必有事，姻缘不缘配若是。枉为是公官家子，心头配我是一子。我见云呀，并非亲人，难道你逆我别女？哎，娘子娘子啊！哎，娘子！哎呀，我一时糊涂杀了意，望求娘子来宽恕。哎呀！他这不是那不是，再来往我两岸有事。我到底不是逢来喜家子，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中事。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哎，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红事为邻，白天啊的相亲相爱三夫妻，你女婿未婚送父母，家之后一不往昔，夫妻后福应相共，生生世世在一起。我富有时来，你岂不是？你岂有时来，我不担起。是今日你所亲在，为若是若是爱在。谁是
是好不起。来来来，与你谈谈心，家家门，欢欢喜喜度佳期。娘子，哎呦，第七中去是心扉，我百闻男人很有气。他这是中秋夫妻情团圆，真是笑去年今晨，他不会是我的弟。心头翻滚，痛日里啊，娘子，生是我远远做什么亲？哎，娘子转来，娘子转来，娘子转来。哎，世上哪有你这种女子啊？她一为儿亲，一为儿恼，不仅仅的思上骚。哎呀，不对，亲娘子灵隐上上杀气枪，伤心愿泪又滂，其中停留呢喃字。两来他苦中不能相随高，倒是为王在劝家，谁忘了娘子真得了。给我说起问端详，愿花夕阳把冰香香。就曾定睛开亮我们，恨苍天何故捉弄人？弹着金金笔，两腮门，戏厅里面声色人物，莫非娘子心中还能生之不舍，安然去了？我不必惊动于他，还是为转书房，明日再来劝讲。唉。耶！我刚要伪装书房，他倒在里面叹起气来了。有道是要知心腹事，但听悲语言。我就在这外面听他讲些什么。官人啊，官人！呀！他在当面送你叫我一声官人，今日背到叫起官人来了，多少有气呀！良女是啊，良女是。
no， 刚叫了我一声官人，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可知你一番好心，百般劝诫，凡是我都天万门，心色上断啊！这恰是什么缘故啊？爹娘，爹娘怎么有口气？爹娘来了啊！中秋夜远送恨更他，难忘我弟弟心更沉，一片忠心为王家，身为御史官十言，传旨监生护全家，那全监欺君罔上多报复，8月15我埋门必须做王上，他夜到趁我下云崖，谁知逢生几日家，3月虚度1年真啊，归得爹娘身心下原来娘子在哭，天来堂，我心碎难忍，一泪上笑，忠良早害上街痛，今日恨痛受苦伤，娘子啊，小孩大人定要报，你为何3月来不吐真人话？今日到底是哪个理该带我杀命亡？我弟弟在上为丞相，能为你生冤雪恨，也将那奸人斩西郊。梁日龙啊，你这个老臣，怎么忘记我弟弟来了？骂你今日梁日龙，不该上司把全弄，
上欺天子下一人，在我不心肠凶。你可知斩草根不离，定要受人你老借用。哎呀！听他言好是霹雳当头好，强牛来其实是我良日郎，我知道你为官清正李少宗，一片丹心到其中，假不了你上世把权弄，却为忠良心上凶，害得他家仆人亡冤谁容，害得我美满姻缘一场空。恨死我妹的家乡把手工，老夫做姑难梦，今日恍然醒大梦，从此几生联系好。两生子啊，两生子！我妈亲我寂寞来了啊！骂你生日上天亮，不免受心事在郎。为父做沧海忠良，定叫你夫妻同到下房。想不到早晚有我亲娘，难怪他举目是谁恨满腔。娘子啊，你虽然有智有胆量，做事还需三思想。若是文字上无妨，被人知道你先要日崩点火是遭殃啊！两月叫啊，两月叫！我们那个唱一起子嘞。骂你变成两月叫，一当不是太霸道，如无为你安世道，为非作对谁难逃？应该骂得好，妹妹她无作非为谁难逃？娘子啊，你不与我娘子同商量，只怕你空为大子枉徒劳。两月是啊，两月是。怎么挖到我的头上来了？哎，我有什么好叫你骂的呀？骂你不知两月事，枉为做到生意那事。几番旧情我不允，今朝还夜夜万相思。我嫁到你家为报仇，要人夫妻总算是。先斩见在两日落，再斩不言两生子。三三要小两月交，也不能轻放冤家两月死。好气，好气！他口口声声骂娘死，不由我怒气难压制。我有谁家未同门，他
今将许我的上子，我一片真情将你来，你是非不分要我死。你既无情，我无你，黑当起笔起母子。哎呀，不哭啊！我这黑当起兵名起母子，他岂肯将云呀亲手撕？娘子是笼中之娘，王中玉，今日艰难逃一死。能此时我父母在你当发子，难怪他报仇离他子，我此所离开明大你，岂能够一日一起丧两子？他百分之人须体谅，我离开为他吟唱着弥天日，夫妻原是同林娘，喜气相关不用暗示。今往去开诚不公，明心计，只怕吓坏了我娘子。娘子开门，娘子开门。外面敲门的是哪一个？是我娘子来了。哎呀，听说是娘子把门敲，我心惊胆战，魂魄晓。娘子开门啊！倘若是我心的殷勤，被他笑看来今日不难当。娘子，快开门来！来了，来了。夫人，请起。娘子，请。请来。
建议吧？是此情。哦，随便说吧。官人，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哦，我是方才到此一到，谁叫你开门的呀？哦，你是方才到此一到，谁叫我开门的呀？惊动了娘子，望不见过啊。夜深人静，到此这人。哦，这位娘子方才心中烦闷，一言不说就伪装往来，我放心不下。故而特地到此问得娘子有何心事啊？我并无心事，你休得多言，请回书房去吧。啊，娘子并无心事，那我方才敲门之时，听得娘子是言是语，不知在讲些什么。我没有讲什么。哎，我明明听见的，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啊，我是在念经。念经啊？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是心经。心经？这怕是念错了。我没有念错啊。没有念错，那就请娘子再念几句，叫我听听。也倒是夫人年纪也看不起，念过吗？已经忘记了。娘子忘记了，我倒还有几句记得你，待我念来，请你听。我不要听。不要听，我也要念。要念，请回书房去念。书房中的念书，这心经嘛，是一定要在房中念的。我不要听。你呀，非听不可。闭门男子望花镜，开沙门啥有同情，谁夸得清？娘子，你听了？我不听。哎，爹娘。这是在你心境啊！可爹娘自来死于乡，中秋夜愿送我寒更堂。难忘我弟弟心更长，一片忠心本王家，身为御史官上言，穿州今日无人家，那权见欺君皇上图报复。8月15，我埋门必须容皇上。黑夜里有
又道出我夏云呀，昔次逢生几里间啊！我在我言了，你写什么呀？哎，这是你真正的心境。下面还有你两只龙啊，你这个老贼！那你今日两只龙，不该让手把全红。上欺天子，下压人，在我无心上凶。你可知在草根不及，我定要谁让你牢记用？娘子，这些总不是胡言乱语了吧？下面还有你两顿知道两生子，我不要听。好，这顿不听，那就再听下一段。两月讲话，两有教。夜已深了，我要再去了。慢，安在晚上，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在后面呢。两月是啊，两月是。万年不知两月事，你枉为少多生厌事。几番旧情我不允，今若一夜万相思。我嫁到你家为保证，要让夫妻容转世。修长今日两只龙，后战不应两生子。三番要叫两月叫也不轻放两月事。霞云下，霞云下，我弟弟害你父母穿世发让，你该报仇。我继母受作也苦战的，我妹妹无作必为长子欺人，再也不愿我两有事，也必倒霉。儿不自禁，有人太亏了你，你竟然也不轻放。你儿今日陪我听到天王会会，来，去到海上见我继母，替你父母生有啊！哼，真正岂有此理！他一番言语，道理明，看来他是非在我今为听，也怪我他把想要两语问，深言伤他太过分。官人啊，你听着对我听一真，人呀其实莫让只恨我手中恨有生，人
上官人两无苦衷，见我子啊，就是我天下的父母也光大恩。娘子看清表中情，丝丝句句动我心，我交代他为人生，难怪他待我冷似冰。3月来，他从里吐过非夫音，想不到今日为你交关人。见他上归，我心不忍，负起娘子手中情。哎，今日云开无三尽，自成因得夫妻情，偿还离生归中去，再将欢笑常在心。把起家子张中恼怒气不平，听娘子愿意喜女在家寄生，贵人爱小玉想我平日待你多深情，你待我恰是眼中钉，今日里话虽如此难相信，只怕你保就只是忘归情。你要命我要命，你无情我也无情。想不到今日之子孤传少成心，生命随了往日情，我岂肯低声下气来拒看两鸟事，刀剑不用生死命。喏，这真是日本社会压脚背，龙桥人出难下台。娘子她心以为真生了气，我怎能随风落马是挽回？娘子，这当见你进去。娘子啊，去不得啊！你要斩草除根，我以后去一死。娘子，方才我是与你开玩笑的呀。
我若是非不分，竟然即刻去兵临继母，又何必紧当堂来对你说讲啊？哦，我毫无害你之意，娘子放心就是。爹娘，哎呀，娘子啊，你还在生气呀？哦，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啊 ！no， 若是这想见你，背离了。哪里来的这许多道理呀？娘子啊，你谁尽了？官人，你是处理啊？娘子啊，昨日我弟弟精忠来信，要我上京赴考，救其功名。啥子文章得意，上元吉利，我休可年纪君王，替你父母伸冤呐！此次多谢官人。哎呀，娘子，快请起。这是我去之后，留你一人在家，将我日后放心到下。我才能安居留家，等你回来。哎，这到提醒我了，在我临营之日，要留兄弟来接你回去。官人，这牛背是我在生之嘛，你带在身边，前辈就自动接我一半。官人，你要及早回来。娘子的命谨记在心，娘子。
下酒。只怕公爷今天是不会回来了。哎，我官人今日已经用归，这在差人接我回来的，我要等他。小姐想姑爷了吧？哎呀，休得表皮，快侍儿收账，好等儿你家姑爷。是。戴菱花，瞧我情丝，是一个凤凰在此。云鬓间，玉簪斜插，带一朵并蒂之花。你的笔上我在画。妈，小弟，你今天做啥没呀？要等姑爷请生我。哎，小弟。恭喜嫂嫂，贺喜嫂嫂，妹妹啊，嫂嫂自己要称你为曹元夫人了。母亲命我接你送参汤来了。参汤啊，我娘说嫂嫂在娘家是有亲家保姆的病体，一定十分辛苦。故儿特地是想熬了这参汤，接嫂嫂补养身体呢。与老伯伯关系，嫂嫂你快喝了他吧。哎呀，嫂嫂，我哥哥辛苦帮上逃灾我，你就是曹元夫人多荣耀。我母女平日早了必走到，帮助你开两口莫计较。往日他每次演出都是我，今日里选举公真苦笑。啊，嫂嫂，这参汤来了不好，你快喝了它吧。多谢妹妹关心。睡不着，我要为父母命去了。送妹妹，不用。送妹妹，不用。以前他对小姐不理不睬，十分傲慢。此前姑爷做了状元，他把了心应尽了。哎，小姐，这
了何苦不哈你？咦，趁我日子，小姐你就哈了吧。也好。不能喝，这身汤一泡。我想，少夫人扶着你，进步跨马送阶级，夫人小姐黄了人，房中面满流年神，联名结为少夫人，这心中自是母仪之体，这身旁下动母亲儿们。好好你心闹，我想这信是从哪里来的？从京都而来，不是老爷，定是相公。不知动心了我命，真将我心塞上断，空悔少夫人，夫人小姐马上就会来的，你赶快拿个旨意吧。小姐，他们是死很多，还是会转刘家去吧？少夫人先离开这里，给他发现过安稳的所在，等我送你从外门出去。老乡。精神一定到阴曹地府接他母母去了。盛汤泼了一地，神你是我嫂嫂，是我嫂嫂，是我。此事不清，连我人也不见了。莫非方才你露出了破绽？不为的。你父心上身，要书告中无知反目，吕明儿女下日后中斩草之根，另配王亲。看来被这奸人盗走了。好一个狡猾的夏云呀！你一个早定清白，逃得出我梁家，2年也逃不出扬州。对，一定要斩草之根。上元公为父，娘，哥哥他回来了。你父死心赶到，他怎么也回来了？哦，快到底下收拾一下，快！快有请！见母亲，是我儿重要得名状元。母亲请啊，自然是上元中喜庆。母亲请。好。我儿一路老登，看看清头。要是。你父昨日来信，使你中了金科状元，离该衣锦还乡，因何这个模样啊？哦，
弟弟昨日也有书信来到，今日以后不见娘子。哎呀，我叔儿啊，哎呀，真是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那我的丈人夫人在哪里？哦，你进京之前不是将她送回吕家去了吗？我回到扬州接去刘家，他们一闹，方才母亲已派人将娘子接回来了。母亲，娘子到底在哪里？母亲，你为何要接她回来？啊，哥哥已经有归，接她回来是等你的那让你既是接她回来，以后不在身旁。这个寂寞他一女之母，生死你快来背里有交情。要是他苍马回家来说起，应是他父子心各异。来人啊！快去家丁府中去谁谁？要是你太过分了！幸福见娘子绣花鸟丝无逃避。要是啊，要是你父新郎再三叮嘱，吕门儿女下手中，斩草之根，另配王亲，这于国于家都是天大的好事啊！对，母亲说的对，哥哥，母亲说的对，哥哥啊，下人中了天大的冤，上日上去再去，临盼王亲是要天道来批。听此言来，闻怕悲。忽从家门上杀鸡，盘上有后从天起，恨不得到回着在好自家不悲啼。那就去父王寻找啊！两宝，请我明天拜见扬州知府，务必有无上元夫人。娘子，娘子，你在哪里呀？娘子，娘子。
子。相公，相公，相公，偶像，娘子在哪里呀？相公不必伤心，少夫人她往安然。你得怎讲？少夫人没有。哎呀，娘子在哪里？相公有所不知，昨日夫人接到京都来信，神色大变，立即命人结为少夫人，又在神堂之中下毒而他。我正巧听到，其人少夫人无辜在外，故而推推报信，放少夫人到此夫去了。哎呀，娘子逃到哪里去了？他可能先为吕家，再远走高飞。此话当真？是非儿媳有几款骗你。好像请在我也罢。公公，我好命苦。妹妹，你不要再伤心了。妹妹，你是忠良之后，高风亮节，可恨两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伤害忠良，还要斩草除根。初把妹妹嫁进了梁府，哎呀，哥哥是越想越后悔了。姑姑，此事也不能怪姑姑，此经早就一死相骗。是，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快来梁家，一定会四次受益，今时今节刻不容啊！哎呀，这！哦，我要保妹妹到此扬州。妹妹，你快去准备营帐，我们即刻就走啊！快去！刘师兄，刘师兄，哎呦，梁女士，快进去！哎，来了！哎呀，刘师兄，哎呀，梁师兄啊，你来不及去啊过来，这深更半夜，你是来下棋还是来练诗啊？我娘子在哪里？我娘子哎呦，在哪里？哎，娘子！哎呀，梁师兄哎！你的娘子不是早已被你接回梁府？哎，你怎么还要来寻找？我倒要问你，好啊，我的妹妹，你还我妹妹，还我妹妹。据我所知，我娘子要先回刘家，再远走高飞。哎，一旁无言，无言乱语，你在做梦啊？刘师兄，你自由动唱，我把你也以为自己，这神灵滚天，你可不能骗我啊！你，梁女士，你我自由动唱，我把你引以为自己，看你吃死我妹妹，啥不是万不吃，数不得，死不义，我才做了这个大媒，把我妹妹们嫁了给你。可是你们梁府啊，上海忠良是无作非为啊！你，梁女士，你还我妹妹？娘子她当真不在？不在啊！顾总不在？不在啊！我娘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还了啊！哎呀，我又不是你。哎呀，刘师兄啊！哎呀，梁女士，你也不要
行事流啊哦，到底有什么事嘛？你就给老老实实、爽爽快快的告诉我啊！说不定啊，我还能替你拿个主意呢。刘兄，哎，刘师兄，哎，心爱是马无知意，是帮是亲难为你。上京赴考中头名，要为那夏日原生真你，无知白毛争着气，老夫叫几声了你，要我临盘问清修前去，他非所为家常恶意，因此让我最近人不停地想不到，回来已是情意要飞。刘兄啊，娘子早有母亲，谁不见娘子小的财物推上衣。俩师兄就要哭的，却不哭一条死路走到底。你祖上有探望亲，迎娶了金枝玉叶做夫妻，父子同朝为众人，话亲国戚归无敌。我心急事情要进去，你瞧见我关的兄妹，今劝我忘情不去，另娶亲，枉为农场撑自己，从今与你爱有意，你往东来，我往西。哎呀，阿妹，快来呀，阿妹，官子。娘子，娘子。亲娘子，皇子金星早夜，悲喜交加一泪人人看那眼，不断催你送快钱，官人官爷你不去找康定可敬你临传他你不应天，娘子啊，
从今再不轻一里，三三四四在一呀亲。好好好，妹夫啊，你们真是我难自己呀！郎君，哦，妹夫，这里绝非久留之地，我快你还是赶快逃走吧。是啊，我父母绝不会随罢规训，只怕灾病接到。哦，我与娘子还是即刻离开扬州，远走高